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向日葵，我是小主播张云烧，我是小主播 JJ。欢迎收看2礼拜的社会是天谱。来，撇除剩饭用半个了解礼拜，社会是天谱特别企划到下家族美浓去看一下，到底到美浓去个撇除係用半个啊，向我来看2礼拜的社会太天谱。现在小记者们位于高雄市美浓区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去拜访杨家兄弟，体验乡村的暑假生活。社会是天谱 ，Farmer Go！ 高雄市美浓区係有名嘅客家族，也把屋企拜訪，快跳為陽木兩兄弟，個個用原色為套貴手2年生呢。露台用快車係為套貴手2年生。用無富區呢，種係各種嘅農作物，上身馬街就去摘，田頭度還會有唔想做想唔到嘅人客，本看到哦。非常辛苦，我這輩子第一次做這種事情。耶！哎，這是蜈蚣哎，還是什麼？蜈蚣還是馬路？馬路動物。不要往身上弄，很舒服啊。按摩。好勇敢哦！你幹嘛？真的。要給他拍。走過去！走過去！啊！他爬上，他爬上去了。那有綠色菜蟲哎！啊哈哈哈！他哦，我刚没有告訴你。你要幹嘛？我幫你做。弄他，真的沒有弄他，弄死他。也就係種下生意呢，爭以為跳樓啦。哎，行開隻熱頭咧。哎呦！不要動了你！哦，兒子，我把它整個剪掉。你給它斷頭，斷頭台。不能這樣剪，這樣剪這一顆就死掉了，知道嗎？這樣這一顆就掛。你看它這邊有好多花，就有很多個球點。啊！啊！剪彩冇要緊，130、200數，阿咪阿食呀，我用到嘅菜都摘好誒。来，先讲一下这个3天之旅，跟你原本去之前自己期待的、想象的，以及实际发生的有什么不一样？以為去那邊做家事是洗碗啊、拖地、掃地之類的。鄉下的家事跟我們都市的家事不一樣，他們可能就是去推倒玉米梗，然後去餵雞餵鴨這樣子。原本就以為說真的很簡單，就是只要餵一下雞，一直以為是那種人工飼料，直接這樣撒給他們，可不是，我們是要自己去拿那個食物繼續用，然後去餵給雞他們吃。尋求食物過程中是最恐怖的。家下看到的部分係幾條龍沙，去到天都係做農事田業，所以係全部的部分，然後咧同台係樣板係未解壓，看來看下回兩團精彩嘅畫面。先頭包手站在去飛機，2個忙時做過農事嘅成果，食下個保良嘅物呢。最好別踩水，也最好別踩我。這樣拿得到就行。老一個係為田豆度都係冷過門，腳動會立下去。幾多生意做家頭事，哪嘢好麼？有紅螞蟻。好多蚊子用無2兄弟，當然都係負責站包手，進來飛機，阿為我為行我念結論咯。那這是天鵝嗎？這是土鵝，天鵝已經，我們有2個已經吃掉了。天鵝可以吃哦，是直接丟進去就好了。好恐怖啊！做嗰個位阿遠姐，當然呢機就從你從個樣嘅，但露台未起有。你追過它，它看到我。我可以用抓狗棒去抓它嗎？放我它！我抱不上去哦，快點！
啊，它会很舒服，还有摸它这里。这是母的，公的已经杀掉了。啊，为何？吃掉啦。見落去過後，水橋度就可能到田咯，而就來為嘅阿伯。徒手抓嗎？到里面去找。啊，我找到一点。蚯蚓而已啊。哎呀，老太阿開車，這模式唔過以後到，做田路行卡強，真件就係田路 king。好大只哦！哪里？很可怕哎！那种它不会粘，他们捡到大罐的才能找。你会呀？哪胶囊？大色胶囊。放地上，不要！啊，那个咖喱。我靠！好可怕！可以吃。来，让你挑战追一只。不要！洗手就好了啊！这个是还是活的？这都活的啊！哎，这很不公平哦！弄3颗没弄半颗。我不要。田路其實係田橋度嘅海蟲，一般都係先農藥來偷，唔過用木葉冇用農藥，都係用有機來耕種。故說下下1年過去做田路嘅，做到下門拿來喂嘅阿伯，真件係一氣兩得咯。给他们自己来叫了。在这里面滑倒就不好了。快点去，快点去，有东西可以收。姐姐頭一擺做耕種人，冇干冇散。嘅電視機頭前嘅小朋友唔知道種下成分係出機好高，還係到定年味呢？看来刚才那个 VCR，我第一个问题是，他们的鸡鸭吃的是什么东西？我非洲大瓜牛。其实前面我也很抗拒，可是最后这次好像被他们说到，就拱到就被拱上去，然后就觉得其实还好，用习惯就没什么关系。其实还好啊，没什么。对，洗手就好了。那你的点在哪里？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画面哦，全场好像只有一个人有戴手套。啊。你戴手套还不敢上，你怕的是什么？比方怕的是生命被伤害，怕的是像他讲的那个喷汁弄到身上喷，然后还要捡尸体。然后我看整个过程，然后有2个小兄弟在陪你们，对不对？他们从高雄市区，哈，然后搬到美浓，好像说是因为爸爸的工作关系吧，然后就全家人搬到美浓来，就开始务农。我觉得他们应该算融入生活很快吧，就是很快可以习惯那一种生活，我们都没办法。超强的田螺王，田螺王啊吼，你看到吼，都在2个小兄弟从高雄市搬到中海美浓，各位身份安泰转变，佢哋要係人民挑起嚟，嚟看一下2對兄弟嘅訪問。大家想都想唔到嘅係，楊寶兩兄弟頭擺喺啲高雄市其他嘅都市生意呢。1年前將曬到美濃，對台都市換到種下成塊的基亞豆，我有乜嘅想法呢？那你搬来乡村之后，你天天都在做什么？写完功课就跟狗玩，跟狗玩就要去喂鸡，喂鸡玩的话就要去照顾一些我们养的小动物、小昆虫。那刚刚我们就有体验一系列的那个农村生活，抓鸡、抓田螺那些的啊，我们都觉得很辛苦、很累。可是那为什么你们还可以那么开心，还怎么适应的？因为我们都很喜欢这里，又加上爸爸有养这些鸡，让我们更喜欢这里。因为爸爸有教我们。学多久？一学就会吧。哪有啊？也2、3天、4、5天吧。那为什么你不用去补习？妈妈说来到乡
村了，那就让我们快乐的玩，不要再有那些课业压力。你觉得以前在都市和现在在乡村哪里有什么不同？我都市的步调比较快，然后在乡村的步调比较慢。然后，因为我在都市的时候，一下课就是去安亲班，安亲班完就是回家，然后回家完写完功课就也不能出去，就只能在家里写评量，所以我觉得我喜欢乡村。那你们就是做那么多工作，可是几乎都是家事，那你们为什么还是乐在其中，都不会跟你们妈妈抱怨？因为那也是家里的一些事情，也要帮忙，要不然妈妈会吵死。因为做家事也是很好玩的啊，把做家事当成玩电动就好。那你们都把鸡鸭当成宠物这样养，然后我们晚上的时候吃烤鸡，你们都不会有什么感觉吗？不会，因为妈妈说鸡不是宠物，是食物。我觉得在杀的时候很想哭，在吃的时候因为很好吃，所以很感动。美浓原名迷农，由来的说法有7种，其中一种说法是这地区的水源取用不绝，而取迷，而且这个地方的居民都是务农，而取农。一直到民国9年，日本政府才引用日本的地名美浓，将迷农改名为美浓。这下茶，我一下要夹夹真的哟。这边吗？虽然落嘅希望到意，还是有一多人来到美浓嘅黃貼村谷參加當年一天從一位黃貼戰發通。今年發通已經辦嚟第20年呢。條蛤蟆為辦發通係認真面對破壞嘅黃藥嘅故事嘅素材，故作愛同黃藥嘅韓國太子爺非常利。拜用藥嘅儀式係用客家道理來做，風向山神送風八公，韓國神父嘅嘅黃藥八公，同天地顯示愛保佑黃貼村谷嘅結實。我應該就往右邊，你應該就往上面。標識同步，上面。看台幾點，還有山拿生態高管發通，等等大家去探險麼？然後右邊這一條，這樣包過去。裡面的這個，我最討厭這個。女生誰說一定要縫這種東西？女生不能靠這東西吃飯。你看他就比較厲害，這個我真的沒辦法這種東西。我說他留在這邊當關注就好了。又上下往上走到9跟10了，拜託還要走很久，走上去就了。在這裡又在這裡，就往上走了，時間那麼多。歡迎來到請經大自然，請就坐。然後這一關請經大自然，要麻煩你們把眼睛閉起來。你聽到什麼聲音嗎？瀑布、腳步聲、講話聲。哦，希望你們今天會有一個美好的回憶。雖然它下雨，以前黃蝶很多的時候，滿山滿谷都是黃蝶。希望你們今天可以看得到滿山滿谷的黃蝶。第六關，那個要吃的，对，謝謝。哇，好棒啊！謝謝。大回好。就爬上去夾住，然後對唱一首歌啊！唱一首歌。什麼歌？你可以發到上面那個數字啊。不要。哎，每周六晚上7點半，小奧節目 ending。那個很累，不行。可以啦，你底下夾住就可以放去了。每周六晚上7點半，小歐世界播。每周六7點半，晚上7點半，小兒子爬樹。不是啦。我哈，對，會爬，一定會爬。這個叫 ending。來，走好，走好。好，來跨過白色線。這泥土好惡心，不滋不滋的。請問你們是來第一次參加黃蝶季嗎？不是哎。那你們來幾次了？數不清。從哪裡過來的？
高雄市前镇区那里。早上下大雨，你们还会想来？因为可以来亲近大自然，很好玩。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更加亲近大自然。为什么会想举办这个活动？大概在20年前，对我们美浓的乡亲全镇的人一起在参与投入反水库这件事情，因为政府要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，你们看到的这个母树林，这个黄蝶翠谷，在这里盖下水库。那因为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希望可以引起更多除了美浓以外的人的注意跟了解，希望透过比较是文化的、艺术的、比较柔性的活动，可以吸引一般民众的参与跟理解，所以我们办了美浓黄蝶季。一下糖的到水松山，从的积极挂热 AM， 都系美浓乡亲坚持每座水库20年，掌握有为。留步后代子孙一定在咩地方，就系好山好水嘅美浓。你看到了解社会事件簿种下生发的体验，如何也系读到了美浓的王帖记。谁能告诉我黄蝶记是什么？那黄蝶翠谷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？黄蝶翠谷就是它是一个山谷，然后它里面有很多的黄蝶，可是那边我可以玩水，所以我们去那边玩水，然后就好像在童话故事一样，然后就在玩的时候，很多旁边那个蝴蝶在旁边围绕。那他们希望引起像我们这样外界的人也可以关注这个话题，他们这样的行动有达到诉求吗？你们因此也认同了他们想要表达的理念了吗？觉得有了，因为如果你跟我们说是去解说营，我们可能不会很多外地的想去，可是你跟我说闯关会比较激起小孩子的那个兴趣，因为小孩子比较喜欢玩。对啊。但那个闯关的内容跟反水库有任何连结吗？它就是像它，我们刚刚有一个倾听大自然，就可以让你听到大自然的声音，就知道大自然有多重要。有一个我觉得蛮有那个的，就拔河。拔河，我觉得可能是赞成跟不赞成的地方要这样抗争，正反意见。对，因为一定有人同意，有人不同意嘛，就觉得说我们可能是一方同意，一方不同意，在这样拔河这样子。除了黄蝶季的活动，那地公，你们这一次去还有另外一个重点，而且这个活动也是全台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，一个刺激、黑暗、黄色的洞口，黄色的洞口。好，大家想象一下，刺激、黑暗、黄色的洞口，光亮，是不是火车过山洞？来看两团 BT 啊！一天来到美浓，天朝爱搞穿水桥，流过重重的轉橋，對日本數嘅島建已經有100年研究嘅。流入悠長又暗摩電動嘅航空島，係後生橋嘅吃淡嘅素材。一百歲記者會挑戰成功冇呢？今天呢是美浓黄蝶季，就是每一年最受到大小朋友欢迎的戏水活动——穿水桥。穿水桥这个活动啊，其实你们真的是从水村的一头，然后穿越了100年，然后进入了另外一个时空里。不要那么快下！先走。来了就要玩吗？是没玩就等于没来过。好悲。有点不大行了。湿了就下来了。可怕！不要，我要走这边下去。
水桥的活动吗？对。那你觉得水上乐园跟这里有什么不同？就是我觉得水上乐园就是很多水啊，然后比如说什么水上云霄飞车之类，然后你就坐在上面，然后水会喷起来。可是这个比较自然，然后你坐下来，它是就是密闭式的，水上乐园比较开放。你们以后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还想来这边玩穿水桥吗？想。你说，一开始不敢玩的是谁？是你吗？是谁？是谁？啊？是谁？还敢讲？好像是冠宇哥哥。是冠宇哥哥嘞啊！玩摄影大哥的冠宇哥哥，为什么不敢穿水桥？到最后玩的这么开心？就前面觉得水很冰，然后他就说很深，然后呢？然后就是这样一直在笑，说哦水好深哦，都是泥巴。吓你嘛！就玩了之后的感觉呢？蛮好玩的。蛮好玩，你总共玩了几次？4次。你们2个都玩了4次。来，我们看了这一次后，你为大家期望到美浓一个批出剩饭。短短的3天，我很好奇2位这个台北区的小朋友，你们对于这样的农村生活的体验，总体的感想是什么？来。我的是给大家看你们对于美浓体验的农村生活有哪一些？这个刚开始去那边就以为是没什么事，就普普通通的，所以跟你的期待是有很大的落差。对，所以是蛮惊讶的。然后你的是微笑，穿水桥很好玩，穿水很好玩。来，你会因此而比较喜欢都市的生活吗？还是你因此爱上了乡村生活？这我乡村吧。好，乡村。你喜欢乡村生活 ？OK。不要有虫就好。乡村没虫。没有虫的乡村是哪种乡村？不要抓虫。不要抓虫。那你在乡村你要怎么样喂养你自己养的那些鸡啊、鸭儿的？他们要吃啊。饲料。所以你是不自然农法的农夫，你想要喂他们吃饲料。OK。我可以过那种在乡村可是都市生活。没有这种生活。没有虫就算，你讲的什么意思？你讲清楚点。什么叫在乡村但是过都市生活？我要在乡村那个空气，可是呢，我要旁边有 7-Eleven、麦当劳那些文具馆。都市就好了。可是我喜欢在乡村的生活啊。不想理你。那你这样的意思不就是把都市的东西全部搬到乡村？不一定啊。好，来。不管你们2个怎么想，这次节目是希望我观众朋友在全面的了解，其实种下的生活不但像2个小主播，还有其他人简单所想的一样，其丰富的内容被你完全无法不想象。以上是2礼拜节目内容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和那精彩的节目内容，下集礼拜6暗不跳7点半，哎呀，放炮了，记得收听社会斯坎普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谢谢。下面开始用名路同唔做生意来互通交朋友，不过唔有想过冇用名路来交朋友有乜嘅问题，我就危险冇呢？因为我知道网友是有点那个危险性，所以我会提高我的警觉。